正段消息继续来看，新兼民众党党主席的台北市长郭文哲，每年的大选敢会甲亲民党来合作呢？之前有咧传，讲亲民党有意要甲政党提名门票予郭文哲，甚至有消息讲亲民党的党主席宋楚瑜本地有打算要甲白色力量来合作联名，共同推出着立委的参选人。但是即摆郭文哲毋若家己来阻挡，更加要甲不分区34席提名提甲满，这已经甲亲民党合作的空间断掉了。郭文哲是来回应讲，伊应该是会找时间好好来拜访宋楚瑜。93军人节，台北市长郭文哲到中烈寺表达对阵亡将士的尊敬。淹过外界的风声讲，本来关系袂歹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对于做台湾民众党真不满，去到连总统提名入场券拢无想要予伊。刚过完年跟他见过一次面了，后来就很久没有见面了，所以有时候应该有一些政坛前辈有空要多多去跟他们讲一下话。双方敢有法度合作？郭文哲做最后的拍拼，淹过亲民党方面无安尼想。成立政党之后，不好意思啊，柯市长、柯主席，我们现在是见证关系。如果我们的政党的票给他们，那我们亲民党灭党；如果他们的政党票给我们，那他干嘛成立？郭文哲敢是破坏了双方合作的机会。目前，亲民党对总统的大选还未表态，是讲国民党参选人韩国瑜认讲，若话韩国瑜是头壳入水，这点甲郭文哲的看法同款。国民党常常脑袋进水啊，这也不是。我常说，我开玩笑说，韩国瑜是民进党提名的，这明显是大量灌水造成的嘛。国民党有换韩国瑜的风波，亲民党的手中又有珍贵的总统大选的门票，佮听讲这张票有可能会转予郭台铭，和这个第三势力复杂的关系，外人是看甲雾煞煞。